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認識神嘅偉大，人嘅渺小。今日嘅經文喺詩篇第8篇3至4節。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，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，便說：人算什麼，你竟顧念他；世人算什麼，你竟眷顧他。小故事講到，有一位員工誇耀佢喺北京附近有一片廣大嘅田地。老闆拎出一張地圖嚟，就話：你指俾我睇，亞洲係喺邊度啊？員工就指住地圖咁話：呢一大片就全部都係。老闆又問：好好啊，咁中國係喺邊度呢？員工亦都喺地圖上邊揾出一小塊嚟，但係同亞洲相比，呢一個實在太細啦。老闆又問：咁北京喺邊度啊？北京就更加細啦，好似係喺呢一度。最後老闆就話：咁而家你指俾我睇，你嗰塊廣大嘅田地係喺邊度呢？員工揾唔到啦，佢嘅田地喺地圖上邊連個影都冇啊！我哋嚟默想，思想一下你所擁有嘅一切，包括你嘅聰明、財富、學問、地位，同神相比，算得啲乜嘢呢？亦都冇乜嘢可誇口嘅，唯有得着神，亦都係得着咗一切嘅福分。今日嘅經文話：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，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，便說：人算什麼，你竟顧念他；世人算什麼，你竟眷顧他。我哋一同禱告啊！親愛嘅天父啊，你超乎萬有，世界係你所做嘅，亦都係屬於你嘅。我哋所擁有嘅一切，亦都係從你而嚟。但願我哋喺你嘅面前謙卑俯伏，唔好單顧追求世上嘅財富，因為唯有屬天嘅福分，存到永遠。我哋要聽從你嘅命令，遵守你嘅律例典章，將一切嘅尊貴榮耀歸俾你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嘅名，阿門。